你真的这么花心吗？花心和贪心是人的本性。等一下。怎么了？你现在整个人已经进入了深度睡眠，你要把你身上每一个细胞都放松，放松。但是你不能把嘴闭上，你要把心里话通过嘴说出来。如果你闭上嘴了，你的手指也会说话，甚至你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有可能出卖你。干嘛？叫你闭眼呢？你睁开干嘛？催眠必须要闭。哎呀，先闭什么闭呀，可风，你都催了我20分钟了啊！我这一点困意都没有。哎呦，弄得我毛骨悚然的，浑身鸡皮疙瘩。来换我吧，你来帮我催眠。换你啊？把眼睛闭上。